再来做客慢人来了，要扮演的来到新加坡，新加坡差唔多有75%路係華人哦，不過其中呢，大體8%係漢人呢。要扮演的呢，前度佢嘅強壯時態，辦論論，想要了解人同客家嘅關係，韓國人嘅人生故事，也是人哋叫下嚟拜訪一個媒體人。现在做客慢人来了，我哋一擺來到嘅新加坡，喺一集嘅節目當中呢，我哋有請到一個非常優秀嘅、有過後生嘅媒體人來同我哋打嘴鼓，伊係廖宜菲，歡迎宜菲。你為什麼不講話？我不知道，我以為你們哪一個鏡頭，所以沒有，所以投食了嗎？對不起，這個要留下來，很有趣。我以為你們是一個 take 沒有。好，我哋也係有見過誒，因為呢，我哋感覺頭多一個開頭非常有趣，因為我哋係第一擺讀到，因為宜菲以為我們會換，對不對？對，我以為會切進去。完全沒有。易容好，然後大家好，乃係廖宜菲，太不客家妹，我應該沒有講錯吧？這是我今天唯一會講的一句客家話。哦，你是祖籍是廣東，廣東太埔。對，湖寮。然後大埔縣，對，不過平常冇講客，平常沒有說客語。其實我從小到大，因為是跟婆婆生活在一起，我從小都聽客家話，到我18歲。但是我們這裡很有趣，我婆婆講客家話，然後我跟她說華語，所以我的客家話是非常有限，然後能聽不太會講。對，因為小時候可能不會意識到，因為畢竟華語是大宗，婆婆沒有強迫你而講客。沒有，然後因為我是來自其實是來自柔佛新山，然後新山人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籍貫的人，就是一個遊子城，所以就大家其實以華語為主，然後我們又從小都是看新加坡電視，收聽新加坡電台，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講華語的，以華語為主。因為宜菲係馬來西亞人，係柔佛新山人，現家喺新加坡工作。古總我能感覺也給頭頭講遊子哈，這個歷程蠻有可以討論跟分享的，因為我也學到了一些蠻特別的詞彙，等一下也可以請教宜菲。真的嗎？今日呢，我們都可以用宜菲的一個小物來了解宜菲的故事。剛剛都請處理本案嚟，第一號對宜菲來講，重要嘅物品係乜嘅？細隻，一個鋪滿，對，然後是一個婆婆的造型，對，這個看起來然後裡面沒有錢，裡面沒有錢，對，是空的。這個難道婆婆長這樣嗎？在我心目中，我婆婆就是這麼慈祥可愛。對，這是小時候的嗎？這是我小時候就開始有了零用錢過後，就存零用錢了。然後這可能是她生日或者是母親節之類的，存了錢，然後就買了一個這樣的小布滿給她。你買不買給婆婆？我買不買給婆婆，因為我小時候我存的零用錢都是寄放在婆婆那邊，她幫我收着我的那些零用錢存起來的錢。對，然後我也很黏我婆婆，所以這個是我送給她的禮物。好有趣，反而不是婆婆送你耶。不是，是因為是我送給她的。對，然後呢還留着。對。一直到現在，雖然搬家搬了很多次，這次節目組說要找好多物品的時候，我其實都弄不見了，但這個一直都收在我的老家，然後這一次還找得到，對，一直不捨得丟。婆婆算是把你帶大嗎？可以這麼說。她其實直到她過世前，都一直跟我們住。我爸爸是最小的兒子，排行最小，然後他一直是跟我們生活，到我差不多18歲的時候，他才離世。對，然後我父母從小他們就非常忙碌，工作很忙碌的，所以家裡就有婆婆啊跟女傭這樣子帶大我們。然後我從小就是非常黏着我婆婆，可以說在我很小的時候，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日後後來我為什麼會變成記者的原因。我小時候就很喜歡拿着那種學習的作業簿，這種練習簿，然後我就追着我婆婆問她以前的故事。
就会听他讲故事，然后帮他记录他的人生。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想法，我觉得我应该帮他记录他的人生、他的故事。可能我才8、9岁，我就已经有这种念头了。然后我最喜欢听他说以前在家乡，然后2战时期那些故事，我很喜欢缠着他听他讲他怎么来，跟公公怎么在这里南洋落地生根，然后他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生活。我都很有兴趣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小时候记得那些有留下来吗？没有好可惜哦。对，可是真的可以回溯出你为什么会走这条路，觉得蛮早就奠定了。可能我小时候就爱问为什么吧。对。好，咱来看天一方对伊菲来讲，重要的物品黑马给突出了这个头有点大黑马给奖杯了，看一下。2004年度第一届拿督临时钦杯全柔校际华语辩论赛。对所以你有参加辩论社？对，我不能说是很厉害的辩论员，但是我中学时期蛮沉迷于辩论活动的。沉迷到就是我爸会讲说你干脆搬去那个谁的家住，不要回来了。真的吗？对。那你的喜欢是为什么？喜欢辩论？我觉得这也是跟从小爱问为什么有关。然后中学接触辩论过后，我就觉得很有趣。比如说拿到一个辩题，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剖析，不同的思维去看一个时事课题也好，或者是那种什么中学生谈不谈恋爱这种很简单的课题，就觉得很有趣咯。然后正反双方大家用不同的思维角度去针对一个课题去思考，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感觉你从很小真的都慢慢在铺记者这条路。我不知道可能就潜移默化吧。因为我父母也是挺关心时事，他们也是挺爱提这些东西的，可能从小就听他们聊这样子。对，也算是无心插柳啦。但是刚好都有经历到这些，然后也是跟大环境有关。因为在我要进入大学之前，那时候是08年。就是大马政治大海啸的那一个年份，我们讲308大海啸，那时候有看到了那个政权轮替的可能性。对，所以那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也是亚洲很多的国家，台湾也经历了政权轮替，然后一系列的事情，然后我们可能小时候开始关注新闻，也看到那一种97回归那一些类似的新闻事件，所以就会开始关注。到我念大学的时候，刚好08年，就是大马发生政治大海啸，有很多州属的那个政权都变更。然后你知道大学生嘛，人家都会讲说年轻的时候就是热血，就会关注这些时事，就很自然而然的会接触到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整个你们年轻人的氛围是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开始对公民意识比较有醒觉。然后有好几场公民运动，也有人称之为是示威啦，但是也有我们这里的都是很和平的集会，基本上都是大家以比较静坐的方式走上街头，去表达自己的那个诉求。就是真的，就像你说，好像看到改变的可能。以前就是一直好像永远都是这样，但后来看到好像有一点契机，就会更觉得我好像。所以你马上就是觉得我以后就是要当记者。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懂得我要选新闻系了，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是比较对新闻比较有关注，对，然后就会想说，以后毕业了要往这一方面去，对，所以算是很小就奠定了你的志向虽然小时候没有想这件事。我觉得可能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故事、读故事吧，然后说到新闻时事的话，我其实很喜欢人物故事。你看，我很喜欢访问我婆婆，访问我周围的人，就是我很想用文字去记录一些什么东西。然后那时候刚好是公民运动兴起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记录社会上。说真的，现在讲起来我也会有点鸡皮疙瘩。可是就真的很想把社会上一些大家看不到、发生可能在边缘或者少数群体的事情，把它写出来。让更多人去关注、去知道。对，现在想起来会起鸡皮疙瘩，会真的会感觉。
就是觉得哇，以前曾经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啊，不好意思。真的吗？现在不是吗？现在我觉得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对自己有不同的要求，或者是吸收的资讯不同了，也会想要有不同的一些。不过那个刚开始的确是最纯粹的时候。好，我们来看第三项，EV 嘅春秋物品，好啦，先看嘛嘅。有吗？哦，泡泡嘅啊，媒体证，这是14年哦，这个资讯把它盖起来。你漂亮好多哦，以前也很漂亮，是吗？这个是12年前呢。哇哦！那时候我还在国营电视台对当广播记者。广播记者，国营台是什么样的单位？国营台就是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个公共喉舌，对，就是由国家去经营的电视台，所以我们叫国营台的话，它就是国家经营的电视台。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主要语言是马来语，然后华语的部分它就可能是某个时段会有华语新闻这样子。那一毕业就去国营台是好的吗？我觉得我也是误打误撞了呀。对，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在我们那个年代，电视还非常难进的年代，就是要进这种电视台的机会也不多。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有获得了面试的机会，然后我的主管也聘请了我就这样子进去了国营台。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当时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的那个自由度其实不高然后进到去里面过后，你才会发现哇，有很多的限制。然后你也知道我前面的背景是那时候还很年轻热血嘛，进到去就觉得会绑手绑脚，但是很多的新闻基本功跟新闻的报道的那个基础是在那里打下的，我还是很庆幸可以在那里学习。对，刚刚上好了一天，还有个多故事后宫哈，宇飞先喝个茶，喝个水，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聊天。好。我这辈子最重要的老师就是我的恩师陈丽珠，对，我觉得他真的是大马新闻界、广播界很多人心目中最重要的恩师。接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做了的是媒体人，了伊非是马来西亚人，不过今日在新加坡工作哈。俺的晒下来还有一道伊非的物品，这个很有趣哦，也是一个文章，好，然后还有后面还有男生女生简易汉语拼音与英语语调，你的汉语讲得很好啊，华语讲得很好。其实还好虽然从小说华语，然后我的大学主修是新闻学，我其实不是广电出身的，所以我算是半路出家。我认识了一位我这辈子最重要的老师，就是我的恩师陈丽珠。对，我现在有点情绪上头，因为老师其实2个星期前才刚刚离世，对，2-3个星期前才刚刚离世，对。我觉得他真的是大马新闻界、广播界很多人心目中最重要的恩师。对，所以很多人的这个发音的矫正都是这位老师。所以他是大马的语音界正音泰斗，大家是这么称呼他的。但是他一生是为人真的很低调。他其实是很老一辈的广播人，在大马立德呼声的年代，他就是一个广播主持。然后他与他的搭档陈天然老师比他很早就离世了，但是这2位老师一直都秉持着希望，即便我们是南洋，我们是这个东南亚人，但他们也希望我们的语音是说出去不会让人家笑话的。那其实我很压力很大，因为我绝对不是老师。我不是一个很及格的学生是吗？对，我很有趣，我不会讲客家话可是我的华语呢是带客家音的。老师说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是听婆婆讲客家话，乡音很重，对，然后是经过老师的调教，因为那时候电视你要出去外面播报或者是念旁述，你要有一定的语音基础。然后我在一个很机缘的情况下，老师因为那时他是无条件的去培训我们这一批学生，没有收任何的分文不收，他无私的
辅导我们。我们常常是下班过后晚上的时间，然后才过去老师那边辅导。哇，对，就是很愿意付出奉献的老师，是，甚至不是国营台聘请他们就是无偿教。对，他就是本着希望一代一代能够继续把华语说好，把新闻做好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然后我自己的条件其实不是太好，我的语音条件，我声音又比较偏细。就以前你可能一些前辈讲说我是 gay 仔声，就广东话就讲声音太细了，可能像小鸡，对，练不到旁数这样子。可是我的老师他从来没有放弃我，哎，他真的就是，而且他是会一直在鼓励我。不管是语音过后，或者是我的整个从事新闻工作的这10几年来，每一个人生阶段，老师都会继续关心我。对，其实，在他离世前，我也有去探望他。老师当时跟我说的是，他有看到我这些年的蜕变，他一直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对，所以不是10几年前上完课，没有，我们都一直都有联系的。难怪你说是恩师，就他不是一个短暂上课的期间。不是，他不只是教了我谋生的这个技能，他还就是可能他做人处事，对，然后他像你想到他的光是无私奉献这件事就很感人呢。是，我觉得一个能够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导师，真的是很非常感恩，真的很感恩。然后我也很有趣，我从来都不敢在外面说我是跟丽珠老师学习的，因为我觉得太多师哥师姐他们都是真的是可能一线的主播还是什么，我觉得自己就是很平凡，我不敢出去跟人家说我是他的弟子还是什么，我觉得就自己不好意思，怕自己说的不好，等一下给他丢脸了，你明白吗？但老师从来就说没关系的，没问题的，我们合照也可以放的，没有关系的。反正是我自己不是每个学生都收吧？他有点看缘分。缘分有一些学生上课，可能外面的学生其实是要付费的，像我们这种他真的是无私。那真的是缘分哦，真的，对。所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特别觉得你，因为你说他没有放弃你。我觉得他也很会看人啊，可能。但我不晓得可能对，可能我们也投缘吧。那也很好，就是让你继续走这条路。因为虽然我们会觉得讲话好像很简单，但真的做这一行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然后把这个很基础却很不简单的事情做好，然后又可以维持这么长的情谊，所以你现在讲起来都会。我觉得我其实还是很难过，因为虽然我有去见他最后一面，但是还是很舍不得吧。对。然后他给我的最后一篇稿，我觉得这篇稿叫《播种青春》。其实他想让我记得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句，在下面有一句，这个你看，他说：“青春如此局限，得抓紧时光播种。”所以他在提醒着我们的时光是会流逝的，我们要把握好自己的当下的时光跟机会。这是你们上课最后一次的讲义啊？很巧，就是最后一篇啊。我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偶尔回去找老师，本来是见面的，他就会来给你一篇稿，现在可能就是有点突击检查这样子。对，这是他最后一篇给我的稿。哇，很珍贵哎，真的啊。那我们也很荣幸，就是可以听到你讲到这个故事，也会觉得我们好像也透过你认识了这个老师。他其实很低调，他一直都不接受访问。但是他真的是大马新闻界尤其是广播界很多人认识的一个老师。然后这2年转为写人物故事，比较多，然后还跑时尚啊或美妆这样子，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开始需要适应吗？很大的适应，对，因为新加坡的节奏怎么样，还是跟吉隆坡不同。当然，就开车，吉隆坡每个人都可以开车嘛，很方便。这里的话，就要大家开始学到他们的公交，然后生活节奏跟大家的工作习惯都要磨合。对，然后有趣的是，因为我朋友都是新山人嘛，其实他们很多，我其实很多我年少20岁以前的朋友都在新加坡，有很多人就落地生根，或者是已经成为新加坡人，所以其实蛮多来这边就好像在
重遇我前半生的好朋友们，就常常相聚这样子。很有趣哦，那个路程跟大家有点相反，但现在大家都在新加坡相遇。而且你有演过戏，对不对？那个也是一个就去念大学之前的一个尝试大学之前了，也蛮久了。现在我能说，看我戏的小朋友已经长大了。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机缘？他其实是一个新山的导演，叫戴敏飞。然后他当时好像是因为也发生了一个很轰动全国的一个新闻事件，有一个在吉打的一个小乡区的一个老师，因为校舍被白蚂蚁蛀了，结果那个老师从2楼摔下来，就这样过世了。所以那个事件其实当时候也让很多人觉得很唏嘘，因为学校本来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是因为当时候大马有很多这种微型的华小，就几个人的学校，他们都很缺乏资源。然后这个导演他其实是以一个很轻松、很幽默、搞笑的方式去写了这个故事。然后我的朋友他们是学生记者。就这样子，我也不知道谁牵线了，然后就认识到他就说：“你还没有开学，要不要来演？”就是一个很小成本的一个制作。是短片吗？他是把它做成一个 DVD， 对，一个 DVD。然后时长不长，不是一个长片，大概1小时。有1小时，1小时。然后，可是它是以很轻松搞笑的片段，有一点温馨的，去把这个故事重现。他没有人死，这个故事里面没有人死，但是我觉得。以不一样的角度让大家去记得这件事情。演完没有想要继续当演员？我演了1次过后，我就知道不是我的，我不能胜任跟驾驭，我就是一个没有表情的人，所以可能这样子我比较适合包新人，比较不需要有表情吧。我觉得那一道墙还是维持一下。对，我不能我真的不会演戏觉得不适合。但有试过，我觉得挺有趣的啦。好，加沙下來呢，if you 等人嚟去到一個重要嘅 visa， 對於來講就貼喺意義嘅，等下人嚟錄啲喺那嘢，好，等下我到這來。我重新思考，我要學習這些東西，不然我不會準備，然後我也不知道祭拜其實要拜些什麼，因為通常是媽媽或者是家裡的那些長輩去準備，然後我們就跟去上支香而已。看着父母輩的老去，所以我們要開始學習，然後自己要真的是要當家成長。这个树工。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丰永泰祠堂呢，它就包括说有3亿的这个客家人都会葬在这里，包括了丰顺、永定跟大埔客家人。其实写就是要写名字，还有什么后人的名字要写。那今天跟爸爸一起来这里拜祭曾祖父呢，我们就带了一些很传统的客家的糕点，有一些青桂啊，然后还有妈妈早上特地炒的这个蒜盘子，然后我们也带了衣香，就是一般我不晓得在台湾那边是怎样，但是我们在这里祭祖的时候都会准备衣香跟金银子，然后就是烧给祖辈，就1年1次，让他们换上新装，然后里面那个衣香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一些物件吧，就是烧给他们，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拜祭啦，我们已经算是很简化了。那我的曾祖父呢，是从大埔来的。他早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跟同乡下南洋来到这里，然后很不幸的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客死异乡。那么当时候他们的这个同乡就很好的，他们会把他们的同乡葬在一个地区，就是他们有一个客属公会这样子的性质。然后这些同乡呢，当他们回去家乡的时候，会告诉他们的后人说，哦，你的亲人就葬在这里。那他们的后辈呢，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可以找回他们的祖先。所以我的曾祖父还有我的叔公，他的同乡，当时候就被安顿在这里。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已经是翻新过后了，大概在1993年左右呢，他们就翻新，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整个骨灰塔已经不一样了。以前他们是早期是墓碑的，后来他们实金了，就把它安顿在这个骨灰塔里面。然后我这一代呢，其实是第4代。我的祖父，我们叫达达，我的阿达呢，也是在很年轻他就下来南洋了。他其实是3代单传，然后他一直在南洋这边呢，就当时的客家人很多是在当店啊，在药材店啊工作。我的达达呢，因为他有读书有识字，所以在那个年代呢，他可以就在当店呢可以当掌柜。然后我的达达在晚年年轻的时候，他也很活跃在那个客家工会。其实他很思念家乡，可是他从应该是10几20岁来回去娶了我婆婆1次，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所以他晚年其实很思念家乡，但是到他走之前，他都没有机会再回去家乡。头头因为韩國瑜嘅爸爸帶人去到福運泰商業祠堂，大概3億就在3個地方。其實我原本一直以為它是某個公司的名字，因為我看到上網查就是豐永大公司，然後我想說這是一個什麼公司，又很神秘，查不到，原來是豐順、永定跟大埔。对啊，这3個地方，就是聽你們解釋我才知道。这个公司这个字好像也是。蛮多社团会馆他们是用公司，对，有一点像是他们以前的那个社团，就是用这样子的，用这个名字，用这样的名字，对。那真正的原因我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对。对啊，就是其实这个缘由很感人就是大家想要让后人知道，你要祭拜你的祖先可以去到哪里这样子。是，我也是因为这一次这个节目再重新访问了我爸爸1次，但是我爸爸就说。我觉得隔代真的是有不同的，好像我奶奶就很愿意跟我说。我一直访问我爸爸说，我爸爸就说他小时候他爸爸，我的祖父是没有告诉他这么多的，所以他知道的也很有限。然后他大概跟我讲的，我觉得很动容令人动容。因为你想在他们那个年代，那些过番客就可能是坐船来这一边，然后也资讯不发达，可能通信也很少。然后就这样子客死异乡，像我的曾祖父，我们家阿泰就这样子，然后他们家还是3代单传你可以想象吗？就是只留了我祖父在这个在他们的家乡，然后还好就是有这种同乡会的关照，那这样子他们其他的同乡回去才可以告诉我的祖父，你爸爸葬在哪里。那到我的祖父长大了，他又在下南洋的时候，他才能够回来这里找到他的爸爸，能够祭祖，能够延续那个香火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在那个年代，他们真的很有那一种家乡的那种情谊，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来的也挺刚好，因为刚好我们拍的时候会抢秒刚好快要清明节可以拍到。我们不是故意安排，是刚好伊菲屯爸爸会瓜子然后我们就可以刚好拍到。但是头都有糖也能够，你们这次是减配，因为平常会有妈妈一起帮忙。然后我妈妈这次摆了乌龙，就是护照找不到，过不来，她就只能够远程指挥我们。所以那些祭品我也是跟她讲简化，不要带这么多，因为其实平常好像我们在家祭祖先，或者是去我祖父的是那个叫墓碑墓地的，它就会更丰盛一点。然后我们会好几家人都去拜，就会可能准备的那些祭品就很多很丰盛。好像我也不晓得，有时候是拜素的，可是有时候是拜有荤的，或是不是看节日呢？这个可能也是。我觉得这个访问让我重新思考，我要学习这些东西，不然我不会准备，然后我也不知道祭拜其实要拜些什么，因为通常是妈妈或者是家里的那些长辈去准备，然后我们就跟去上支香礼。对，这次结果被委派来的时候，就开始有点慌张这样子。对，我也是完全一样的状况。我今年我们叫挂纸，我们的台湾的客语扫墓叫瓜字，因为以前会挂特别的那个纸，然后我这次还很自豪，因为我们一定要有猪牛给牛就猪鸡鱼，然后摆上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真的墓地，我还说猪鸡鱼
对吗？抽毛嘛，然后还要抽，我还觉得哇，我记得了，因为我前年拍照，然后今年觉得我会了，然后后来还看看，那种师傅堆弄祖先，我都屁股对着祖先，他说鸡屁股不能对祖先，你一定要头，然后猪肉也是，猪肉我们是讲一雕，它就是一个猪的一个部位嘛，这样子一长串，我说我要怎么看那个猪在哪里，又没有头。然后就说里脊肉是头，这个我也不知道。还有这种分对，就是很多东西我们这一辈其实完全不了解，有点淡化掉了。你自己心里有没有职业病来了？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感受是，因为看着父母辈的老去，所以开始有一种感觉是我们要开始学习，然后他们也老了，可能没有办法上山了，你要代替他们去做一些这些事情了，开始自己要真的是要当家成长了。对，就会发现传统好像没有传到我们这，觉得有点突然惊觉哦，我们没叫屁了，没有把它接起来的感觉。我也是近几年开始会去，因为小时候问的那些不会很记得，我近几年好像我会带我爸爸回去他的从小长大的地方，在柔佛笨珍，就是我爷爷当客家工会主理人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城镇，在柔佛的靠海的一个小渔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是，我要跟爸爸再走一遍他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然后也很有幸，我才知道原来我爷爷就是我爸爸的爸爸，他是一个不是刚才有说他是一个嘲讽嘛，就可能在那年代大家都读书不多，可是他可能有一点文采，那边的庙啊还是什么的祠堂，他会去题字。会去写名字，然后他的书法好像也不错。我爸爸刚才有写那个异乡嘛，他的文字就写得很漂亮，他的字也写得很好。当然到我这一辈，我的字就不能看了。但是他们那一辈，他们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对。可能都还要靠你哦，可能要靠你。因为你的笔好像可以把很多家族故事写下来哦，你有这样想过吗？就把这些乡野的事情记录起来。对啊，我觉得好像最理解你婆婆故事的大概就是你了。你有想过要自己提笔把它写下来吗？我觉得可能要把我还剩下的那些记忆确实要记录下来，不然可能再过了我这一代就真的没有人知道了。也许是你这样子提的话，我才会想到。对。而且你自己，其实你想到祖先的下南洋的奔波，然后他们来到异乡，其实你自己也有点这样，对不对？就是好像客家人就会有个流浪的性格，你自己也是这样子一直跑。我觉得以前小时候没有这么想然后自己现在这些年这样子流浪了一圈过后，发现好像这是客家人的精神嘛，就或多少都会有那种客家女人的那一种自己说自己，就可能就是那个坚韧吧、韧性吧，到哪里都会，不管做得好还是不好，但是会想办法坚持下来。对，然后像是客家人，就是他们说到不同城市做客嘛，就是成为那一边，在那一边定下来这样子。我自己也是吧，可能就到在不同的地区生活好多年这样子。像来到新加坡也是。所以，因为其实你决定要来到新加坡，其实也不算年轻了。那个算是一个大的决定吧，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决定的话，不要等到更迟才做。你刚刚说到，其实你有很多朋友比你更早，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然后我在查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现有马劳跟越蹄族，就是是叫越蹄族对不对？越低族你们讲低对不对？台湾是讲提案的提。这是什么意思？跟我解释。因为我们马新是靠着那个长长的通道，我们有第一、第二通道，所以很多的在这里工作的马来西亚人。也是人家称或者自己自嘲叫做马劳，因为我们会这里称移工通常叫外劳，就有一个老字，可是台湾是会用移工比较现在对移工比较好听的，比较政治正确、比较尊重的的这个词汇，但我们这里习惯了说老嘛，所以就自嘲自己是马劳咯。然后越低族就是好听一点，就是告诉你你是每天过着长堤这样子来工作的，然后其实每一天新马的这个通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关卡，对，每天至少有30万人，可能现在人数可能更多了，
30万人每天这样越过这个海峡，然后到这里来工作生活。像我的话，我是居住在这一边，我就没有每天的这个来回，但也算是他们的这个马劳大军之一啦。对，所以最大宗就是从新山到新加坡，其实是全马各地。所以为什么我说新山到新加坡不是就车程就1个半小时？其实快速通关的话其实是很快的，但是常常是因为会堵车。然后我说的全马各地是因为其实新山，我为什么刚才说新山本身就是游子城？其实很多北部、中部的人，他们都会定居在新山，比如说他们在新加坡工作，就把家安在了新山。所以大家真的是很繁忙的可能住在马来西亚，但是每天来新加坡通勤，对，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是马劳，就有这样的说法吧。对，这次来也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我们刚好访了好几位媒体人，所以也是借由你们，可以更了解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加多等下最面嘅湯呢，然後叫我來食好食的，等下擼啲對伊菲來講有充有意義嘅料理係嘛嘅，好，等下我都真了。我们的肉骨茶，他们的鸡饭，我知道肉骨茶，我就要强调我们的比较好吃。现在做客卖年来了，今日来材料的係應該講藝人來材料嗬，係藝人喺新加坡有唱到嘅係媒體人料理費，也幾湯呢，我叫下來是好食的，如果藝人也嘅現場做紅看到。算盤子，我不是第一次吃了，但是感覺這個應該不是買的。对，不是買的，這個是很珍貴的，很珍貴。一件是特別為了你們才拿出來招待，好榮幸哦。不然平時是我自己一個人吃。你剛剛是不是忍住不要吃光？我早上已經偷吃了一碗，媽媽一炒好我就偷吃了一碗。那我們媽媽做的嗎？媽媽會炒，但是媽媽不會做。這個要做這個還是要有一點功夫，媽媽還沒有到那個還沒有去學起來，但是她炒的是蠻香的。但是做也一樣是親人的手工做，是我大伯母，還有一個家族的一個很長輩的也是叫姑姑的。哇，太感謝按功夫，他們2位幫我們對，幫我準備。加西有了可能冇 Q 用，可能吃起來不一樣，對不對？會，我來吃，我一直吞口藍水，我一直吞口水。有一個大的，一個小的。你吃看2個，然後告訴我什麼？真的嗎？你要不要一起吃？我等一下會整盤吃完，我怕我忍不住。好好吃。怎麼樣？有吃出你先吃第一個。就是第一個。我自己偷吃一個。比較大的。忍不住，對。其實這個今天也炒得比較簡單，平時會有更多料。好好吃哦。這可以當主食吧？可以。其實可以不用配飯，可以直接吃。然後一般我們新馬兩地的人很喜歡配那個番茄醬跟辣椒醬。番茄醬？對，就鹹鹹甜甜辣辣這樣子。吃起來不一樣2個人做的不一樣。對，口感也不一樣。你是要我猜哪個是大伯母的嗎？沒有，就你比較看看什麼不一樣。哇，現在變美食節目了。一個是芋頭偏重，對，很重。我覺得小顆的芋頭味很濃郁，對。然後大顆的是，可是小顆的比較綿密，大顆的比較 Q，你自己喜歡哪一種？兩種口感都有人喜歡，對。但我最愛的是那個芋頭味的，因為芋頭味的是最少見的，要把那個芋頭拿捏好，要買到對的芋頭，那個真的很難。它會選那種比較鬆的芋頭，所以吃起來芋頭香特別香。你有感覺像剛才易容姐有分享，你們台灣有芋圓嘛？對，會像嗎？有感覺像嗎？我覺得我們的芋圓吃起來比較像大顆的那個 QQ 的，但剛剛那個小顆的可能就是你比較喜歡的那個哈，就是兩個我都很喜歡，只要能吃到就喜歡。但是芋頭那個真的比較少見，那個要下足本錢跟功夫，而且大部分會挺鹹的，但我覺得剛剛吃起來還是很剛好。可以嗎？我覺得真的可以整盤吃完當晚餐的那種感覺。因為很多人說客家菜會偏鹹，我也不曉得，但我自己覺得這個版本還好。你自己也是從小喜歡吃？
我很爱吃客家菜，然后说到这个客家菜，因为我婆婆跟我们住嘛，所以我小时候所有家里的长辈，女性长辈都会来我家，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准备这些传统食物，像我们大补课就会吃蒜盘子、酿豆腐，然后笋板，这个更少见。笋板哦，就是笋。有包笋子的板类，对，它像是一个比较大的饺子，很饱满的半月形这样子的一个糕点。对，然后它的外皮也是芋头做的，然后里面呢有笋、有豆腐干，然后还有肉碎，它会炒得很香，然后再包起来。对，但是也是很不常见，我在外面都没什么机会吃到耶。我就算是问了其他客家朋友，他们也不太懂。后来我才去查资料，这是算是大补课特别会吃这个。然后还有就是黄酒鸡，黄酒鸡真的很爱黄酒鸡。黄酒鸡是我们的麻油鸡吗？有点像，但是他们有自家酿的那个酒，所以酒味是特别香醇。那个也是我妈的拿手菜，我也很爱。但是酿酒就也是一个功夫，也不是家家户户的人懂得酿，尤其是现在更少人会酿那个酒了。台湾的麻油鸡啊，我们有些人会客家会讲鸡酒，鸡酒，对，然后每次大家都会说分别那个闽南人跟客家人的差别，就是客家人鸡酒没有在放水的，全酒，你们也是这样子？是的，是的。对，没有在客气的。其他籍贯好像有偏红的还是什么，我们都是偏比较就是黄酒的鸡酒，对，然后不加水的。完全只有酒，对，那你也喜欢？我也很喜欢。小时候超讨厌的，小时候不喜欢有酒味的，但你都喜欢。我小时候就很喜欢了，我可以喝一个人可以喝好几碗，真的。然后明明小孩子不能喝酒嘛，我还是会偷喝。对，从小到大都喜欢。对。然后现在能够做的，你说只剩下大伯母吗？我觉得我家里面还有几个长辈，像大伯母、二伯母，他们都比较会做这一些，他们就是真的有真功夫去做。然后我妈妈是学到会炒会煮，比如说黄酒酿好了，她会煮成黄酒鸡这样子。但是那个要去酿制啊，或者是要去从买材料、原材料到制作，那个我觉得要真的花很长的时间去学习。哇，那你有想要把它学起来吗？我觉得其实我有几次去看了他们这么做，最后我就是还是被赶去一边，就是等待吃。对。但是会觉得吃起来，除了它是很常出现在家中，它有给你什么连结感吗？我觉得刚才提到嘛，就是一般的这些女性长辈来我家做，其实我从他们身上真的都是看到了客家女人的精神。他们很懂得持家，真的。你想，其实客家的这些食物，它不像其他籍贯是海鲜啊那种珍贵的食材，其实这些很多食材都是比较普通、比较朴素的，可是在他们手里就能变成这么多的美食佳肴。对。然后也是我也现在还是很怀念那种小时候过年过节大家围炉，然后长辈们来，然后小孩子就等待大家派那个红包，那种气氛吧。现在就比较少，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年还是会有一次聚在我大伯母那一边。就我大伯过世了，大伯以前也是一个庙的主理人，但我们现在每一年还是会回去那个神庙，然后就大家各家各户带自己拿手菜，像我妈妈可能就会带她的鸡酒，然后我的大伯母会做蒜盘子，然后如果她刚好有做到笋板，然后就可以吃到笋板这样子。很棒哎，就是你们家族感觉凝聚力还是很强的。对，还是会有一年一次的再相聚，因为以前婆婆在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传统。对。那如果是其他的非客家的菜，马来西亚、新加坡，你喜欢吃什么？我在新加坡吃最多的是海南鸡饭。我真的是一个爱吃鸡饭的人，我一个星期可以吃好多次哎。真的吗？对，可能也是因为打工人贪方便啦。但是他们的鸡饭我觉得真的是蛮香的。你看，有听到关键词，他们的鸡饭，就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有我们台湾的肉骨茶，他们的鸡饭，我知道肉骨茶，我就要强调我们的比较好吃。肉骨茶你是投马来西亚的，对。但海南鸡饭你可以投给新加坡。我投新加坡，对，因为他们的米饭就很用心的煮，他们的油饭，我不知道你尝到了吗？鸡饭我还没吃到你一定要吃，因为它也是很简单的食材，可是它把那个饭煮的特别香，然后鸡肉很嫩滑，对。
哇，听到马来西亚会称赞新加坡的菜，但是肉骨茶呢，你就一定要这时候就要拉回来。肉骨茶呢，你就一定还是要吃马来西亚版本，因为我觉得新加坡是偏胡椒味比较重，对，除非你很爱胡椒的那种比较刺激的味道，不然的话，大马版的是那个药材比较香。那你到新加坡工作2年，就一切都很习惯了。现在还在慢慢适应，还在习惯中，在适应。对，还有什么不适应的？我觉得语言的环境吧，因为这里的话，其实他们主要是以英语为主，我的英语就是也还好，也就还好而已。对，因为我对马来西亚人的印象也是很可怕，就随便都会7种语言，是吗？我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多语言天分，对。然后新加坡可能规矩也比较多，对，对，要follow 比较多他们的那个规矩，对，那其实大致上都还好啦，可能因为从小也是看他们的节目，都还文化背景什么都其实还是蛮相近的，那你觉得来到这的好处是什么？对你来说？我觉得城市的便利吧，安全，确实真的这个国家的。整个环境是一个安全、干净，这我觉得是公认的。然后机会也很平等。这里他们提供只要是你愿意在这里付出你的时间精力，你肯努力，你会得到回报。你的相对来说，它没有那么多起点的限制，它比较公平，它的政策很透明。你只要是在符合这些资格，你就能够享有一定的那个怎么说？福利吗？或者是你符合一定的资格，你就可以申请到些什么？或者是你想要创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因为这里其实是很多的国际品牌或者是国际的那些机构会在这里设立他们在东南亚的办公室，所以在这里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机会。对，所以现在是不是对自己的就是整个生涯生活，他都还蛮满意的？你会有对未来的计划吗？我现在的话，我觉得还是拿经验吧，累积经验，在工作上的一个经验这样子。这个环境会让你每天接触新的事物、新的人，它就很有新鲜感。对，很难觉得腻啊。很高兴这次有机会认识你，谢谢。李总刚掐，谢谢宇飞。你要继续生嘛？要不要继续吃？我们2个吃完它吗？对，不要让很多人。真的很好吃哎。OK， 你喜欢哪一个？我觉得我也是喜欢芋头味很重，因为外面卖的其实会比较多，对，比较像 Q 版的。对，因为芋头很贵，芋头很贵，然后那我们把大的留给他。芋头要融合起来不容易，我相信。对，真的很好吃。我不用吃晚餐。真的好吃了。我们现在已经开了吧？真的。